我们三爷公司的整治呢，我们综合性呢，经过已经到现在应该至少10年以上。经过我们市政府呢，还有我们中央的这个鼎力支持呢，我们已经走到现在是最后一里路。我们把万代桥这个整个桥墩呢来做一个改善之后呢，我们相信呢，会对我们整个三爷溪的这个整治呢发挥最大的效能。我们很期待呢，这个工程如果顺利完成之后呢，明年我们呢能够处于这个仁德地区，包括我们仁德工业区呢，能够获得一个最好跟最安定、最安全的这个整个安全值，这个是我们相当期待的。相对的，我们很有信心。因为万代桥对阮仁德里非常的关系，阮仁德里有在什么桥做这几档你看，拢完全无中水，非常好，所以这个工程非常做得很好。过去呢，三爷溪呢，因为排水位整治前常遇豪大雨的时候呢，那个洪水就会泛滥，造成我们两侧的一个低洼地区积淹水。因此呢，水利署呢也特别针对三爷溪的整治投入很多的经费。目前呢，大概针对万代桥以下到2人溪的汇流口处呢，总共10.9公里。目前呢，已经在今年的1月份呢完成相关的排水整治。那另外呢，同时也洽请了我们的相关的单位来办理我们的万代桥跟永宁桥的一个改建。那其他另外5座桥梁呢，目前也大致上来完成。我想我们的这个三爷溪排水完成整治之后，对我们周遭地区低洼的一个排水有很大幅的提升。万代桥是咱南关公路到这个三亚溪这个桥梁这交通非常的多最主要这边是为了解决这个排水，用一半来施工，安尼较袂影响到这个交通。现在这个工程是差不多到明年6月才会当正式完工。不过呢，咱正在做北平的时阵呢，下骹的再基础加再阻碍物呢，排水的阻碍物呢，咱就拆掉啊。所以虽然工程正还袂施工的，但咱的排水已经会当迄断面会当增加65%，所以对排水已经有发挥的功能。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由于我们高速公路仁德交流道还有万代桥中间很多的因为落墩、桥墩的关系，还有整个水流都会影响到我们三爷溪的排洪功能。所以在过去每次只要下大雨甚至不用到台风，只要下大雨就会造成地方的淹水。那我们一直想要改善这个部分，但是因为牵涉到高速公路的这个整个通行不能中断，然后万代溪桥的改建也是难度很高，所以说我们一直延续下来一直追加工程经费，现在终于已经陆陆续续开始做，而且把很多重要的一些阻隔物都拿掉了。那预计到明年113年6月30日，这个万代桥改建完成，三爷溪的整治也大体完成。这样子的话，对于仁德地区还有仁德工业区淹水的几率就大大的降低，可以有效的这个保护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可以让我们仁德交流道的交通不会再受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根据卫生福利部106年修正的儿童游戏场规定，设施开放进前一定要通过认证标准。不过南区新鲜公园112年成立的邮局，照理讲应该符合新法规的标准。不过议员林美燕接受家长陈情指出，当中的旋转梯除了原本无30公分的连接踏板，边仔嘛无防护设施，万一搬落来，就是120公分的高度，相当危险。伊有时候卡不小心会落落来啊，有那地，嘛是爱有大人伫遐哦，嘿，爱有大人伫遐甲伊顾、甲伊看来，你若放喺伫遐会无放心啦。幼稚园的小朋友来这边玩，那个踏梯一阶一阶的要上去那个空洞那边的时候会掉下来，所以我一开始就发觉到了。虽然市府伫议员会勘进前已经将踏板经过整好势，不过议员嘛要求全市相关的设施一定要总体检。
树状的爬梯，这边上去，在这个桌边都完全没有安全围篱之下，一个小朋友单单要靠这个杆，这个铁杆去抓。小朋友2岁以上的小朋友到12岁中间，他的抓力够吗？还有呢，因为他这个旁边都没有做安全的围篱，我们也看到这个跟这个之间也是一样30公分，但是2岁的小朋友他的重心会比较不稳，他直接踏上去的时候，30公分虽然有达到我们的卫福所规定的，在标准里面30公分，但是问题所谓的30公分是不是有包含这个高度？会中除了主管公园的干务局，嘛因为该设施是适合2岁到12岁儿童，所以包括教育、社会等局处以及南区区长拢较常关心。区长强调，以做人家长的心情，强调该设施已经符合标准，重要的是家长一定要专程陪同。它是符合我们那个几个我们特色游戏，几个游戏场的都合格啦。那只是说就是符合2到12岁的中间的年龄层的去游玩但是游玩的时候还是希望家长可以陪伴在旁边那跟孩子互动这样。趁着一早天气无遐尼热热，真侪家长拢会带囡仔来公园佚佗。会中新城里长嘛建议海千树的靠环已经生鲜，夜间算起来成为一大噪音，要求市府改善。确实为了将安全的顾虑降到上低，除了游戏器材本身，较细汉的幼儿家长一定要随时注意，因为一旦受伤，真歹追究责任。台南新闻顾文吉采访报道。台南市今年总共659个人参加原住民族委员会所办的原住民族语言能力认证，其中有241个人通过率是36.79%，超过全国平均25.54%，表现是非常的好。其中更有1个人得到全国第1。台南市长黄伟綽亲自出席表扬大会，并颁奖予通过认证的学生，同时感谢各界以及学校伫推动族语认证的用心。通过初级认证，接下来中级认证，接下来通过高级认证，才有资格有机会来担任族语老师。但是你如果没有初级认证跟中级认证的话，你高级认证是一定没有人才的，所以这是必须循序渐进。那也谢谢各位同学的这个努力，今天我们有一些小一点点的成果，我们值得大家再更加用心来推动。黄伟綽表示，伫族语教学的部分有2个关卡要突破。第一是要有符合教学资格的老师，第二是要予参与认证的师生一步一步豆豆来。另外，台南市议员尹爱达理指出，台南市国中小甲高中的原住民学生将近1800位，面临师资不足的困境，恐也无利语言传承。我们现在只有33位族语老师，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知道，老师们，你看，特别是有的老师们比较资深啦要负责的范围又那么广，其实资源真的很有限。所以为什么我们会那么样重视有关于师资人才的培养？就是希望说能够有更多的孩子在初级、中级、中高、高级，甚至到优级的部分都能够继续的来加入我们族语传承、族语教学的行列。教育局表示，台南市非常重视族语教学，只要有学生想要学，就会当开课。每日当唔但鼓励学生参加族语认证，也办理一个相关活动，唔但学族语，也学文化，和原住民的民族文化传承落去。台南新闻综合报道。轻松活泼的歌戏，台下观众看甲一直笑，非常的趣味。这是理社协会结合青少年生活当中的议题，自创的歌戏剧本《马哥救学记》，内容探讨校园反霸凌加性别平等。剧本的产生也不是早期的陈三五娘哭哭啼啼的，现在其实它都一直
创新多变。那像这一次你们看到的是一个两性霸凌，就是两性平等的故事，就是我们可以结合把文采去策划这个生日怎么样去办，然后万一出了什么事情要怎么样去处理，然后又加上了我们的性别平等教育加进来，就是男生跟女生。虽然他是男生，可能他比较娘娘腔，但是我们怎么样是去重视这个议题？这出戏由协会理事长带领青少年演出，电光网剧方团长的指导之下，只开了3天的时间，18点钟的排练，所呈现出来的成果相当不容易。将旧的东西融入新的元素，让青少年知道，哇，原来文化还是很重要的，文化也是未来他们可以作为生命、作为生存的一种工具。日社协会导致青少年辅导工课将近20天，借着多元课程甲工课体验，陪伴15岁到18岁青少年进行职业探索。这次透过歌戏，除了让因有表现机会，也会当亲身体验歌戏演员的责任精神，同时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水。台南新闻宋怀采访报道。现在来到台南大运动百货地下2楼，除了美食区，也有农运会水保局、台南分局、加市府农业局搭配百货年中庆所举办的市集，相当热烈。包括台南、高雄、屏东、平阳、加金门等10多间加农加社青的单位，展出因用在地食材所研发的产品。其中有锁定宠物市场的毛姐姐关市零稻米所制作的米露，欢迎大家做伙来捧场。因为既然有米的话，就是以米，除了米食之外，还有就是我们会做一些安菇粿啦，跟米食相关的，而且更比较特别的、特殊的就是这个米啤酒。这个受到很多人很大的回响。我们能体会我们饲主要照顾我们毛小孩的这个心情，所以我们用的是人在吃的生产溯源的水产，完全跟我们就是家长们在吃的相同的材料下去加工做成毛小孩在使用的罐头，所以包含它所使用的虱目鱼、白虾都是有生产溯源的水产下去加工做成的。为了宣传该市集活动，对7月14号开始到23号为止，由这工商餐饮管理科的学生现场嘛要用当季的水果来制作调酒，让大家伫百货看表演、吃美食，享受采买趣味。在这个展售，除了1级农产品以外，还有2级的加工品，还有一些旅游的一个游程，都可以让大家可以来这边进行购买，或者是享用。或者是来咨询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活动，能够让我们的青年更有机会让大家被看见。那也希望他们可以持续在农村发光发热。透过公部门甲民间的合作，将在地优质的农特产品卖一摆，予民众体验。欢迎来到台南大运动百货，相信将收获满满。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笋农小心翼翼地将深埋土里的竹笋挖出。每年的5到10月是绿竹笋的产季，各区农会也将陆续展开评鉴比赛。大溪是桃园绿竹笋最大的产地，总种植面积超过300公顷，产量将近2000公吨，可以说是绿竹笋的故乡。口感鲜甜、软嫩、富含纤维，是许多老饕的最爱。那你知道好笋该怎么挑才好吃不反苦吗？经笋啊，就是要经济型的，弯。过来，袂使出青，袂使出讲。我即马正手边这支就是出青，大家看到倒手边这就是白，正手边这就是出青，佮出讲。你看袂出来伊这内底有讲内底的粉啊会苦。所以你若讲经笋啊，这会使做凉拌青菜啦，会使讲做猪汤啦，这拢100%我倒手这啦正手这个是会使煮汤尔，重点是。你还阁杀过，你无杀过会苦。这就是咱破开以后，你看内底迄个讲迄内底就是有粉啊，有粉的所在就是讲。头的所在无要紧，即嘛是这内底这讲安尼有粉啊，迄粉啊会苦。你若要煮汤创菜，你要甲抠掉，就袂苦啊。
桃园近年来都在推广不打农药、减少化肥的有机农业，但农民指出，传统农业面临老年化跟缺工的问题。虽然大家都愿意转做有机，可是不打药而疯长的杂草却找不到工人来除，老人家也除不动。未来会让荒地更多，更没有人务农。叶志华表示，政府除了辅导青农，也要先顾好老农的权益，补助工费或经费。就咱即马这农民，即马大家看会到这草吼，根本拢无请无工人吼。伊即马的工价来讲，一工2500，啊，搁食中昼，搁2顿点心吼，啊，搁凉水吼，这种加起来差不多3000桶块吼。这希望说政府会使伫这个方面上吼，会使甲咱这个人啦、甲钱，会使甲咱农民赞助，安尼农民才会使继续做咧。啊，毋知讲政府搁伫推什么青农回乡吼。我是希望讲，青农回乡这当中，老农先顾好，再去顾迄青农吼，安尼才有法度。啊，希望讲对青农这地吼，会使一寡钱互伊自由运用吼。啊，若无咱即马这山顶，咱讲这个老人足济啊，已经直淘汰啊吼，啊，搁请无工人，后摆这个花园会愈来愈济。大溪区蔬菜产销第11班配合政策投入有机农业，落实不用化肥的竹林管理，也希望政府能给予配套的补助及支持，才能让地方农业永续经营。也邀请大家一起在产季品尝桃园在地香甜的绿竹笋。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海洋教育亲身体验海域活动，进而推动海洋教育。近60位老师搭船出航，近距离观察海岸地形、101高地、潮境公园、酋长岩、象鼻岩，研究地质地貌外，还融入艺术美景。夕阳余晖下的海洋像黄金般的发亮。日落后进入重头戏，夜钓体验展开。海域生态究竟有多丰富呢？才刚把鱼竿入水，就钓起闪闪发亮的白带鱼。来，有人做白带鱼喽！一傍晚的时候都是白带鱼大摇，白带鱼最近才陆续过来。再来有青鱼、竹荚鱼，它每个钓点大概都是不太一样啊。跟着厉害的钓手选择钓点、钓饵及使用钓具的技巧。它跟恰章不一样，是它前面的鳍很长。很长的就是脖啊，那短的就是恰章。小心钩子以外，还要小心它的牙齿。你看我们刚刚的线啊，你看这钩子啊，这个就是这样一划，然后钩子马上不见。对，跟我一般市场上的不一样哦。有没有看到特别银色，不是白色？我们今天已经钓4条白带鱼了。这次活动不仅让教师们近距离感受到海洋的美丽，更能深入了解海洋生态。透过这个计划，把基隆最美的海岸风景跟海岸经济介绍给我们的老师，可以让小朋友可以从海上看基隆，看我们美丽的基隆海岸线是多么的美丽，在不同的时间，早上、黄昏、下午，都可以更加爱护我们的家乡。有爱城市就从海岸开始。这次活动不仅让教师们近距离感受到海洋的美丽，更能深入了解海洋生态、海岸地形地质，进而将永续海洋等海洋教育理念向下传承。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说到南部的海洋生物教育场域，许多人会想到屏东车城海生馆，但您知道吗？高雄其实有一座隐藏版的海洋博物馆，就位于澄清湖的风景区内。外观看似不起眼，但它的历史可是大有来头。它是从民国48年，蒋介石先生，就是先总统，他为了要有一个自己的皇生之处，所以呢，就选择在这个地方就盖了这一座地下碉堡黄河豹指挥中心。第一个进入到眼帘的就是这一扇具有历史文化典故的5000公斤重的核子防爆门，它是内含铅的一个架构，是一个铁门。那铅呢是可以吸收辐射的，也就是说，今天如果外面有核爆发生的时候，这个门一拉起来，它基本上来讲，核子的辐射是会被里面铅所吸收，所以它就不会进到里面来。82年的时候，我们呢就是进驻到这个场域，然后把它整形改建，所以从一个战争肃杀气息的一个地下碉堡作战指挥中心，然后转型成为一个具有生动活泼生态教学意义的
也算是全国唯一的地下碉堡型海洋博物馆，我们算是首创。除了建筑物本身历史悠久，馆内拥有的生物与珍藏也非常具有教育意义。例如这2条在这里生活了20多年的海蛇，罕见的在圈养环境中生蛋，就证明了这里的安心舒适。博物馆内也有不同种类的生物，让大家饱览海洋之美。杀人贝之称，也是为全世界最大的贝壳砗磲贝。我们现在馆园里面，博物馆所陈列这一颗砗磲贝，它具有10000年以上的历史。最大的特征就是从那个横切面可以看到，基本上已经玉化了，也就是说，它吸收了很多土里面的2氧化锡 SiO2， 年代够久远，它就已经成为玉一样的一个贝啊。那我们能够把它保留在这里，绝对是台湾之宝之一。这边大家看到了，这个是海苹果。那这个海苹果从外形来看，你觉得它的形状就真的很像苹果一样，颜色也很多变。它是一种海参，上面的话是它的触手，它正在进行这个摄食的动作。前面这个口是它的嘴巴，后面会有一个叫屁股的地方，所以它是有口跟屁股这样。那各位来到这边的话，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是一种橱窗式的一种水族箱的一个设计。那这样子的话呢，游客来到这边就可以很近距离的来观赏我们这些海洋生物，而且呢，同时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定时的一个喂食秀，让民众来这边看这些海洋生物的时候啊，可以看到更多更细微的这些摄食的动作，这样。这里还能看见1000年的自然珊瑚收藏，也拥有生态触摸池，汇集多重特色，让游客更能在特别的场域下结合历史、生态教育，一窥多样化的神秘海洋。下次不妨和全家大小一同到澄清湖这座隐藏版的海生馆走走吧。记者周福庆、李凡飞高雄报道。教育局副局长刘明超表示，新北市从93年起首创周末艺术秀活动，在每一年暑假期间邀请各校优秀艺术团队到境内的观光景点演出，让学生能够有不一样的展演舞台，也让市民有亲近艺术之美的机会。今年首次在板桥府中美学示范基地的府中青年美学空间、府中广场等地举办，希望透过多元艺文活动，让府中展现艺术活力，成为年轻人最爱的场域。那之前的3年很可惜，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停办了3年。从今年开始，我们又整个把它拉回来。那其实以往在办理的形态上面呢，我们都是到我们新北市的各行政区的各个不管是名胜古迹或各景点去做办理跟巡回。那今年我们特别结合我们板桥的那个府中商圈，还有府中广场等等这些地方，拉回到这个区块来，一起让学生在这里有一个表演舞台。其实我们很期盼的是说，让学生在表演过程当中，跟我们结合商圈的一些活动，可以让我们的学生跟市民朋友可以有互动的一个机会。那最重要是让我们学生的表演有一个舞台，可以让学生更有自信，展现他们学习的一个成果。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期待说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可以有这机会，让我们的学生的表演让他们看见，甚至他可以来鼓励，或是说肯定我们学生的一个表现。那最重要的是，当然府中商圈这整个地方是未来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商业的一个区块。那我们也期待说，在这边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结合，让我们的这里的活动能够更加蓬勃发展。首日由庄敬高职学生带来精彩的舞蹈演出，参与的同学黄诗琪说，为了练好舞蹈，利用课余时间花了半年多才渐渐有了成果。吴雨涵则表示，能够来到府中商圈表演，让他们既紧张又兴奋，很高兴能带给大家精彩的表演内容。我们每天放学都会固定在放学的时候会固定一起去练习，然后大概花了半年左右，或甚至到8个月这样子。然后我们今天接到这表演的时候，其实很紧张，然后后来我们看到就是观众都很热情啊，然后而且只是现场也蛮嗨的，从紧张变到就是很快乐，在享受这个表演。教育局表示，112年度的周末艺术秀从7月1号起到8月26号，每周六下午到傍晚举办，欢迎市民朋友假日携家带眷同游府中景点，同时来欣赏优秀艺文团队的演出，来场夏日音乐飨宴。各场次表演团队资讯可以上新北市社会教育资源网艺术教育周末艺术秀查询。
记者赵世渊新北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